像，但是有一边是正版，有一边是山寨版，那差别其实差不大啊。那所以后来就变成随着网络科技越来越普及，使用通讯软体的人年年增加，亲朋好友之间更是早晚传讯问候，或是分享各种网络资讯提醒关心。但要小心，有时可能只是好意，但反而却传了错误的资讯。中嘉宽频媒体识读宣导团队这次特别结合了成大社区长者健康促进站，前往北区光武里活动中心来做媒体识读宣导。医疗是成大的本业，健康促进这一块也是我们想未来就是多举办一些不一样的。那因为有一次的机会在北区另外一个里发现电视台办的这个媒体识读的部分刚好很符合我们想要的，因为现在长辈们很多人都会用组成长辈的赖群组，除了有一些长辈贴图以外，最常贴的应该就是一些什么保健资讯啊什么什么医生说要怎么样啊，但这个反而是在医疗专业里面最想要打击这一块不实的消息。所以在成大今年在北区办理的多场的一些课程的时候，我们就主动寻求跟三冠王还有中嘉媒体一起寻求合作，然后导入这样子的课程，然后让社区民众可以提升媒体识读这一块。宣导团队特别整理出了8大查核重点，以及善用查证 App 软体，协助民众远离错误资讯，明白易懂的课程，让当地里长以及社区长辈都相当肯定。因为我们这边长辈比较多对于信息的真假都没有办法去分辨，然后我们希望说媒体界或者一些懂得那个真实情形的人到我们社区来讲解，让这些长辈去了解所有的信息是真是假，尤其疫情这段时间传了很多的假信息那对我们国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在这里感谢我们庄子欣来做这一堂的课程，增加我们很多社区民众的知识不会被受骗，不会这些假信息受骗以后我们要看到人家传来的消息我们会先查证一下再转出去的。如果你收到类似的假消息，你会用怎么样去辨认？刚才不是教我们的吗？停看听然后就是要去查证一下就是可以借由那5个赖的查证平台，或者是说什么真的假的，或者是说什么趋势科技的什么这些媒体识读宣导，让参加的社区长辈轻松学习，远离错误资讯。宣导团队也欢迎对课程有兴趣的社区，可以向中嘉宽频双子星3冠王询问免费报名资讯。数位时代聪明识读站，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